第五條呢，一個 U 一個 V， 咁我哋嘗試入通分母，變咗做 UV。咁兩個分母都係 UV， 咁咪一次過加咗佢啦。咁將個分母揈過去，因為而家個題目要問主角係 U， 咁所以將有 U 嘅嘢 group 埋一堆。咁我左右倒轉咗先，抽 common factor， 唔好意思，所以答案係 A。好啦，第六條呢，佢而家係下寫 round down 英文嘅題目，即係話係唔係都唔盡啊？嗱，我哋注意 B 個答案，因為佢唔等於346，咁即係話可以 x 值可以去到係345.123，一路去到8，去到9都仲得嘅喎。咁但係因為全部叫 round down 下寫，即係話全部都唔要啊，唔盡嘅，所以答案依舊都係345，咁咪合呢一個答案345咯。咁所以答案就係 B 啦。